一家大細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學習。晨光第一線百元號親子100%。嚟到親子100%啦，咁啊今日電話旁邊邀請到咧就係閱讀專家蔡依依。早晨，蔡依依。早晨啊，小白。約得蔡依依咧，咁啊當然我哋點樣可以用書本去做到好多唔同嘅事情，用閱讀去到增進我哋自己嘅智慧同埋知識呢？咁既然呢，真係叫做都係1月份啊嘛，咁我哋梗係家長好希望自己嘅小朋友啦，係可以訂立一個咧良好嘅計劃嘅，喺2026年呢，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啊唔知道有啲咩方法可以透過閱讀、透過書本都可以做到呢一類型嘅計劃呢？係啦，呢個題目呢，就係喺2026年嘅時候呢，好多小朋友嘅家長呢都希望能夠做得到嘅。不過呢，我哋要睇下乜嘢嘅年齡層啦。有啲小朋友呢，如果係幼稚園嘅呢，其實呢，佢哋對目標呢都非常之模糊嘅喎。係啦，究竟我呢一年呢，有啲咩計劃呢？做咗啲咩好呢？點樣可以能夠令到呢自己有進步呢？咁幼稚園嘅學生呢，其實呢就需要家長好大嘅引導啦。但係去到小學呢，咁就好明確㗎咯噃。例如學業成績要有進步啊，運動比賽啊，會唔會呢？舊年就攞亞軍，今年想攞冠軍啊等等咯。咁所以小白，你希望乜嘢嘅年齡層比較覺得我哋身邊嘅家長係需要知多啲嘅呢？嗱，不如咁啦，我哋就將個方向定為2種嘅，因為都唔係淨係服務一種嘅家長啦。咁所以呢，我哋先講下，如果係幼稚園嘅學生，咁佢哋點樣可以透過書本閱讀都可以做到1年嘅計劃，跟住先至再講埋呢，如果係小學生，我哋又應該點做啊？嗱，不如我哋講下幼稚園先啦。好。嗱，因為幼稚園咧嘅小朋友咧，我哋都係希望佢從遊戲中學習啦。咁就唔好話直接咁問佢，喂，你今年有啲咩目標啊？咁樣，反而我哋通過一啲遊戲咧，譬如就係同佢玩一啲轉盤嘅遊戲啊。譬如話我哋今年好似變魔術咁我見到咧今年咧，我哋過去咗呢一年咧，返幼稚園咧，我有啲唔開心啊，唔想離開媽咪喎。咁下一年啦，2026年啦，嗱，因為我2025年9月返學嘅時候，我梗係有啲緊張啦，有啲驚啦。好啦，咁去到2026年啦，咁究竟咧你想有冇啲乜嘢大嘅進步啊？變咗咧，你喺嗰個目標嗰度咧，就比較係有一個明確性啦，同埋咧，具體嘅、簡單嘅、少啲嘅、短期啲嘅，咁我哋咧就會俾小朋友知道，原來我2026年咧由今年1月開始返學咧，我就要做到啲乜嘢啦。同細路仔訂立目標嘅時候咧，我哋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擔心細路仔理唔理解得到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千祈唔好同佢講，嗱，你今年咧要聽話啲啦，知唔知啊？好空泛嗰啲就唔好講啦。係啊，嗱，你舊年喊啊嘛，係嘛？今年咧你就要變得有勇氣啦。咁呢啲咧，其實細路仔咧可能係增加佢嘅壓力嘅，佢都唔會明嘅。不如我哋合適啲講，就係話今年開始咧，不如我哋睇下你可唔可以自己着襪啦。我即係講一啲任務適宜嗰啲，佢哋覺得係可預見將來自己做得到，令到佢哋增加個信心。咁所以嗱，呢啲目標咧嗰個週期咧，我哋要短啦。譬如2至3歲咧，可能你會話1個禮拜、2個禮拜一次咁樣。3至4歲咧，可能係1個月啊。5至6歲咧，就可能係再多少少啦咁樣。咁變咗佢哋就明白咗乜嘢係目標咯。然後我哋就通過講故事啦。故事其實咧裏邊咧有好多咧都係題材咧都係適合我哋嘅小朋友明白乜嘢係勇氣嘅，或者勇敢。有啲故仔講我可以好勇敢，有啲故事咧就係話我可以做任何事，或者咧呢一個小朋友開學了，去到學校又會點呢？咁跟住我哋就慢慢令到個小朋友咧知道，原來我每一年我有一個新嘅目標，我嘅目標就係我可以去到幼稚園交多啲朋友啦，點樣去同朋友一齊去合作啦咁樣。嗱，呢啲嘅目標咧就等佢有意識地產生一啲更加我哋好難講嘅，例如係自律啦。我開始明白就係越少嘅朋友咧，幫佢哋實現1年嘅計劃咧，就唔使講咁多。總之我哋家長就幫佢定，然後就同佢每一日同埋每一個月慢慢完成一啲佢眼前可見到嘅任務。咁呢個就係 for 細啲小朋友。如果去到即係小學生咁，我哋嘅陣又應該點樣去到擺呢？其實咧，如果去到小學生咧，我覺得個目標咧，可能係更加係需要前設準備定嘅。例如咧，我哋會同佢一齊去傾下嚟緊啦，學校咧就升咗班啦，咁有啲咩新嘅學習啦，我哋要去識嘅咁樣。好啦，大家傾好咗之後咧，
就去制定啦。嗯，例如係舊年咧，原來我嘅功課咧其實係冇夠，即係冇咁大進步嘅，可能我係差少少，咁我先可以攞80分咁樣。咁嚟緊呢一年啊，我會點咧？咁我諗具體地就係將我哋嘅小朋友咧，佢能夠做到嘅嘢咧，係慢慢可以衡量嘅。嗯，佢可以實現到嘅就寫出嚟，直情係話我今年想英文默書進步10分咁樣。咁呢一個呢，其實就係佢會覺得啊，原來係可以衡量嘅，因為我進步10分就係我自己個目標已經定到啦嘛。嗯。咁同埋有時限嘅，譬如話下學期啦，我要進步最多20分咁樣。好啦，個限期就係我今年嘅目標呢，就係喺下學期嘅啫。然後我再下一個學期我升班啊嘛，我要不如1年班，我要升2年班啊嘛。咁我2年班呢，我就另一個目標啦，咁樣咯。咁同埋呢，有小學呢，其實呢，佢有好多都需要父母一齊陪佢嘅。例如我哋會唔會定一個叫家庭閱讀挑戰計劃呢？譬如話嗱，爹哋今年呢，就想同你一齊呢去實踐呢一個閱讀嘅計劃。今年呢，2026年，爸爸想睇10本書，咁你呢？咁樣。咁小朋友就會見到爸爸都睇10本書，咁即係我每個月要睇1本啦。咁小朋友呢就會話：我叻過你嘅爹哋，我要每年我要睇到20本書，即係我每個月呢，起碼我要睇2本書。咁小朋友就會好具體咁樣啦，去寫低晒啊，然後呢就點樣去做。我其實每一年呢都會提醒自己嘅，即係我都係我自己做嫲嫲婆，我都會揾個即係筆記簿寫低，或者我而家用個電腦嗰度寫低，我嚟緊呢個計劃佢會點。咁跟住呢，自己喺3個月嘅時候呢，再去調節。咁喺個閱讀方面呢，其實小朋友呢一路呢去諗到嘅時候，譬如我哋話閱讀嘅計劃啊嘛，咁所以其實原來坊間呢都有好多呢一類嘅書呢，係引導我哋嘅細路仔呢，係開始去諗自己個 planning 嘅喎。咁呢一類嘅書呢，就好容易睇嘅，因為佢係用漫畫嘅形式嘅。咁仲容易啦，我仲驚會唔會蔡姨係介紹個書種咧，就係佢就例如12版紙嘅，跟住每一版紙咧就俾啲小朋友自己寫上去完成任務，即係佢都用漫畫形式將個 concept 咧放入小朋友個腦袋入邊。係啊，我覺得有時咧定立一個目標咧都唔好咁心急噶，我哋都要因應細路仔嗰個情緒發展啦，佢嘅成長發展啦，去釐定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喺小學嘅時候咧，我覺得唔需要咁快令到佢好大人咁啊，即刻要寫個 proposal 俾自己啊咁樣。佢可以咧透過呢一啲嘅漫畫繪本咧，去睇到人哋點樣去制定自己嘅 planning 即係計劃啦。點樣去促成佢自己嘅任務啦，同埋咧點樣去自我管理咯。咁呢個咧其實喺好多兒童書裏邊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 tips 嘅，甚至乎我都會建議咧有啲家長咧，佢反而覺得咧自己睇一本咧大人嘅書，佢都覺得好吃力咧，佢都會買呢一啲書翻嚟自己睇。係咩？不過係有陣時一個即係大人咧，佢自己都即係無從入手嘅時候，可能好多書咧對佢嚟講都太複雜，不如用翻啲簡單啲嘅方法咯。佢會用，其實咧大人都會覺得啊，原來我睇細路仔嘅書咧，我會用翻細路仔嘅思維啊嘛。咁你唔好成日將自己個大人嗰個諗法。哇！佢話嗱，你舊年冇攞到冠軍，今年你攞翻2個金牌俾我啦咁樣。咁我有時都喺度諗，如果我係小朋友識駁嘴，我爸爸你攞啦，你攞2個金牌俾我睇下啦咁。即係你每年嘅對手都唔同噶嘛，你點知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咧？係啦，咁啊啱嘅，即係用啲簡單嘅方法咧，無論咩年紀都好，都可以咧透過閱讀，然後喺入邊揾到啲 hints，話俾自己知乜嘢方法就適合我自己制定計劃嘅套路啦嚇。係啦。好，唔該晒蔡姨姨，拜拜。好，拜拜。